電量太低嗰陣先充電咧，其實好傷個電池嘅。咁手機電池最怕係咩咧？都係兩樣嘢嘅啫，就係一路打機一路充電，又或者你電量太低嗰陣先充。咁有咩辦法先記得充電咧？咁真係要靠 Siri 噶啦。向下拉，然後搜尋捷徑，再揀自動化操作，跟住就揀返電池電量，調校等於25%，立即執行再開通知，製作新捷徑，然後再揀朗讀文字，文字就入返你自己想提示嘅信息啦，例如電池得返25%啦，快啲充電啦！揀箭嘴、速度同音效調校，跟住揀聲音2啦，然後複製多2個，再揀震動裝置，同樣都係複製多2個啦。咁震動裝置同朗讀都有3次，咁就肯定記得啦。快啲充電啦！冇電啦，再唔充就壞㗎啦。咁 setting 好咗之後，有 Siri 嘅提醒就唔怕唔記得充電啦。咁不過如果呢嚿電池真係唔好彩壞咗嘅話，都唔緊要㗎。咁你可以拎俾我哋，我哋都可以有換電池嘅服務㗎喎。而且我哋有25年嘅維修經驗㗎嘛，可以放心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